我们世界各地的佛教信徒们，大家好，南无阿弥陀佛。今天给各位介绍这张墨宝。那师父呢，我感觉的这个很重要，所以我就特别把它写出来，跟大家一起分享。常怀怨恨的人是世界上最可怜的人哦。满怀着感恩的人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，深信念佛的人是世界上最智慧的人。简单吧？很简单，一看哦就一目了然了。这绝对不会含糊啊，不会笼统。一看这个字，哎呦，这么简单，很通俗，很通俗。但是这几句话把它并了凑合在一起的时候，你会觉得很有内涵哦，很有内涵，各位对不对啊？你看，常怀经常心中其实藏着怨恨的人，就是经常抱着怨恨，稍稍不如意了。稍稍不满你的心意的这种想法的时候，马上就要采取报复。我怎么样来对付他？这样子对付他，我让他你看，早晚不得好睡啊！我想办法处心积虑的就要伤害对方。这种抱恨的人、怨恨的人，是世界上是最可怜。为什么最可怜？因为他内心最肮脏了，他的灵魂不高尚。灵魂就隐藏着那种污秽、黑暗的思想，所以他是一个很可怜的人。外表上看着人模人样嘛，外表像是一个人，但是内心里面污浊，非常肮脏、龌龊。所以各位，就是怨恨所产生的。如果你满怀感恩的人，对任何人都感恩，感恩老公，感恩老婆，感恩孩子，感恩所有的同学，感恩社会的人，感恩国家，感恩社会。每一个人，我们都心存感恩的人，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，因为他的内心没有一个敌人，没有一个他所讨厌的人，没有。用感恩的心跟大众相处，那非常的和谐，非常的幸福，非常的快乐，非常的吉祥。所以满怀感恩是多么重要，人生这一帆风顺。深信念佛的人呢，是世界上最有智慧的人。深信念佛，深深的相信。为什么？因为知道名号是阿弥陀佛舍身舍命呢，用兆载永劫的时间，为众生修万善万行，所累积的一切功德，今天才有成就这个名号。名号因为功德圆满，所以成佛了，这个名号才会出现。那么我们深深相信念佛，我只有念佛，是佛要用名号救度我。那么我呢，在面对着死亡的时候，我要离开，我背后有一个靠山呢。没有信佛的人，没有信仰的人，没有宗教信仰，这个人，各位，他不知道何去何从啊！毕竟我们人在世间做善的少，做恶的人很多。善恶的因果报应是一个平等的，是绝对的，是没有办法代替的。那么，如果你面对要离开的时候，你这个肉体不存在，但是你灵魂是永远不生不灭的。那灵魂还要到另外一个地方，你不知道我应该要靠谁啊？就在这个十日路口，非常虚无缥缈的之间，不知道何去何从的，非常彷徨恐惧之中。如果你有念佛，深信念佛，有这尊佛要来救度，哎呀，我们心就安心了，就安心了。所以，如果你能知道念佛是佛要来救我们，这个是世界上最有智慧的人，最有智慧的人。因为毕竟每一个人死是平等的，有一天你世间的因缘到了，你就要离开了。你要离开的时候，我知道我一念佛，佛要救我，哇，太幸福了！我们内心里面太踏实啊，很踏实，一点都不会惶恐，不会忧郁。所以各位，你看，深信念佛是世界最有智慧的人，对不对呀？所以我相信每一个人都认同，大家都能接受。祝福大家念佛成佛，谢谢，南无阿弥陀佛。